吹梅姐平安，真欢喜看到你，真久无看吼。好，咱今仔日再起来探练圣诗，这两首的圣诗，听起来熟悉，啊，但是咱嘛是来锻炼一下，互咱会当伫礼拜中间会当唱较顺时。这首770首，恳求圣神感动我心，恳求圣神，170首，170首。恳求圣神感动阮心。这首圣诗有4节，吼，有一节第4节伫边仔隔壁页。恳求圣神感动阮心，目睭能力极深，你做先知，你做先知热情源头，互阮经验会到。咱开嘴来吟，再来。恳求圣神感动阮心，目睭能力极深，你做先知热情源头。这首诗来，我真爱咱献开圣诗吼，因为有当时当看过歌词，当然歌词若是真熟的歌，咱会当看歌词就会当唱。啊，但是咱无真熟的时阵，咱会当看谱。看谱吼，啊，我知影有人袂晓看谱，啊，我的姐夫伊袂晓看谱，但是伊会安怎唱歌呢？伊讲迄谱，迄个粒仔吼，若直直悬起哩，伊就对人悬；啊，若直直落去，啊，就对人落去安尼。所以你袂晓看谱无要紧哦，你当看迄谱是起哩啊落来，粒仔若起哩，你就甲唱悬；啊，粒仔若落来，你就甲唱较落来。吼，咱来看谱唱一届哦，这首圣诗真好听。圣神感动阮心，目睭能力极深，是做先知热情源头，互阮经验会到。第4节来。主拿去我心内耕田，对你为的赞美，你就心中就出大声。有真少伫看周报，咱就会当看到逐礼拜啊，咱的教育总比组拢会摕一首圣诗的简介，系伫咱的周报内面。所以这首170首嘛，系伫咱这个简介伫这个周报内面，咱再家己来看。咱过来看174首，174首，我心无真理的神，我心无真理的神，求你引点我内面，我心无。疼痛的心，求你引点我内面；我心无平安的心，求你引点我内面；我心无关灵的心，求你引点我内面；我心无欢喜的心，求你引点我内面。这首圣诗拢总有5节，圣神所带出来是真理，是疼痛，是福平安，是关灵，是欢喜。即拢有两句无共款的歌词，咱哪吟，甲哪吟合适，咱来吟第1节就好。我心无真理的心，求你引点我内面，求起我心嘛道理，以花明明心机。第
第二节的第二句的第三句，想事炎火拄罪孽，心思误会变圣洁。第三节的歌词，咱来读一遍。我心无平安的心，求你引点我内面。世情扰乱，世情搅扰心袂静，点点你是个得安宁。第四节，我心无关灵的心，求你引点我内面。头前路站袂会知，靠你进前免受害。第五节，我心无欢喜的心，求你引点我内面。随点山间甲旷野，到永远学乐感谢。咱备办咱的心，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迫切追求你，亲像地空花无水。我的心神喙焦羡慕你，我的肉体羡慕你到要昏去。所以我伫圣所内底找你，爱看你的权能甲荣光。兄弟姊妹，咱三角用学罗的诗歌，圣诗174首。我羡慕真理的神，上帝唱出咱学罗的诗歌。咱三角起立来吟这首圣诗174首。我羡慕真理的神，求你引点我内面，叫知我心事。我希望关灵的心。
的心，求你引导我来明，为耶稣献加供养，到永远无路感谢。阿门。我希望真理的神，因为伫早时伊捌安尼甲阮记得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时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传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继续用上帝话语三角来启应。启文第14篇，诗篇46篇。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快乐。虽然地大变动，海水也淹哗吼，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声欢喜。上帝踮伫遐，声一定袂为摇动。列邦哗吼，列国动摇。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来看上主的所做。伊压一根斩断枪，放火烧战车。拢总落来，就知我是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咱大家来祈祷。大领保守，加是阮阿爸爸上帝。阮众人来到你面头前，搁一届组织，伫这礼拜早时献上阮的一切。阿爸上帝，阮感谢你的带领，感谢你的守护，感谢你引带阮过去一礼拜，每时有你的恩典和阮伫地，互阮有教育，互阮伫阮的日子当中得到满足。我嘛知影有侪侪事伫阮的心内，互阮学当当。毋过，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有气力、有勇气、有智慧来面对遮个事。阿爸上帝，阮搁一届将阮家己安静放落伫你面头前，求你的圣灵和阮同在，求你互阮的心火热来追求你，互阮的喙唱出学乐的诗歌来学乐你，互阮会当心来感受、来领受。阿爸上帝，阮搁一届将阮过去一礼拜所行放伫你面头前，有一段时阵，阮可能伫阮的反应、阮的应答当中，无注意的时，冒犯着你，阮无行出合你旨意的事，阮伫遮用你来献出阮的悔改。嘛，搁较侪时阵，阮恳求你，和阮降落你的教示伫阮当中的时，阮无一定有去领受到。为着这，恳求主看到阮的软弱。阿爸上帝，阮感谢你的带领，感谢你的养持，嘛恳求你会当继续看顾阮。伫固定伫即个土地徛起遮尔久的时间内底，你互一侪信仰前辈陪伴着阮，嘛因为时间的关系，遮信仰前辈离开阮，阮的心内侪有时阵是艰苦。毋过，我嘛为着遮个事，你献出阮的感谢。感谢你，互因转去到你的身躯边。感谢你看顾因的遗嘱，陪伴着因，
嘛，互阮知影你的疼是啥物。阿爸上帝，阮阁一摆将阮家己放伫你面头前，将个人教会放伫你面头前。阮知影，伫遮有你的旨意，伫遮有你的家事。阮阁一摆将阮一切放伫你面头前，求你会当继续，互阮的兄弟姊妹伫遮三甲个人领受你的教示，领受你的责任，领受你的引带。阮的祈祷拢是奉你的名所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记载伫约翰福音新约约翰福音第16章，咱要对12节领受到15节。约翰福音16章第12节，我还有侪项要甲恁讲，独恁现今当袂起。到真正的神来，伊要带恁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伊毋是要凭家己来讲，是要将伊要听见的事来讲，佮要用伊要记到来的事报恁。伊要严光我，因为伊要对我所有的领受来报恁。既然爸所有的拢是我的，所以我讲，伊要对我所有的领受来报恁。愿上帝看顾听咱的话语，佮去行的人。咱要请咱的诗班带领阮用我的好牧者主耶稣这首诗歌带领咱来学乐。学乐了，咱要请蔡牧师用真理的灵引带阮来教示咱。
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受到郭牧师的邀请到咱高庭教会，甲咱兄弟姊妹大家伫遮来分享主日的信息。伫今个大心我伫遮自我介绍其实我25年前，我伫咱高庭教会做过神学生。其实拄安尼行入来大概剩加费长达我个会捌的。伊拢无变甲25年前拢冻龄安尼感谢主，搁一届来到咱中间做伙敬拜上帝。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节是约翰福音第16章的一段经文。咱若掀开圣经，咱会当看去咱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这尔长的一个段落。圣经学家加号一个名，叫做临别赠言，国语叫做临别赠言。这个临别的赠言，是耶稣伫受难的前一日，伫迄个最后的暗顿了后，对门徒所讲的教示。所以，若照约翰福音的记载，安尼咱就知影。其实，伫受难日的前一暗，耶稣甲这门徒食饭食饱了后，耶稣开始讲道。这段讲道至少3点钟到4点钟，讲足久的吼。咱若想象咱家己是耶稣的门徒，咱转来到2000年前最后暗顿的迄一日。所有门徒拢已经跟对耶稣有3年久的时间。当然，无共款的门徒拢带着无共款的理由来跟对主耶稣。但是就伫这个暗时，耶稣搁一摆提到讲，伊就要离开门徒，所以门徒就开始感受伊真艰苦。其实伫这个进前，耶稣嘛几若摆已经预言讲伊要离开，但是伫即个最后暗惨的了后的即个教导，耶稣阁几若摆阁讲着讲我也要离开门徒，但是即届无相像。圣经安尼记载讲，耶稣讲现在我得要回去，找我来迄位遐，恁中间无人问我，你要去叨位？但现在我去那差遣我的那一位，但你们中间没有人问我你去哪里。即换一句话来讲，门徒所理解耶稣要离开，甲耶稣讲伊要离开。迄个意思是无相像的。耶稣的门徒是掠准，因的先生耶稣要出外旅行，要去另外一个城，要去另外一个国家，耶稣要离开。但是耶稣伊讲要离开，伊是要转去进前找伊的迄位遐，但是所有门徒拢无问耶稣讲：你要去倒位？就伫迄个时，门徒开始伤心，开始艰苦，因为因知影耶稣要离开的决心搁较清楚。咱至少会当来体会门徒的艰苦，因为本来因所期待的耶稣。是要带领犹太人伫耶路撒冷起造一个地上大必的王国的领导者，大家是为着要达成一个真伟大的目标来跟对伊。但是这个目标起造地面上的上帝国的目标，就也未完成。耶稣讲伊要离开，所以大家非常的失望。是因为失望来艰苦，毋是因为耶稣要离开，是耶稣无完成这个重要的使命要离开，大家失望煞来艰苦。
耶稣知影门徒的艰苦，就安慰因。伊安尼讲不过，我着将实情甲恁讲，我去是对恁有利益，因为我若无去，为助者就袂来恁遮。我若去，我会找伊来恁遮。这是第7节。但我对你们说事实，他对你们有益，就是我去。若我不去，安慰者不来你们这里；若我去，我去差遣他来你们这里。这是主耶稣送予门徒，就是所有敬拜伊、佮称呼伊是主的人上宝贵的应允之一。这个应允就是啥？圣神要甲世间人同在，圣神要甲世间人同在，这是耶稣赏赐予咱上宝贵的应允。伫圣经中嘛，捌安尼描述安尼讲玛利亚对圣神交胎，伫耶稣行新者的时，有圣神甲伊同工。伫最后的暗顿迄时，耶稣就要转去到找见伊的天父遐去。了后，耶稣要对遐来找见圣神，甲所有相信伊的人同在。圣神甲咱人三甲同在，毋是徛伫关山伫遐来看人，圣神要住伫咱的中间。因为有圣神的气力，所以门徒就知随望耶稣要离开，但是因无孤单，毋是互放杀。因会当通过圣神的气力，因就会当为着上帝的疼做见证。上帝的疼上深、上伟大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被钉伫十字架顶。如果若无圣神的气力，安尼咱人伫十字架顶，袂看到十字架带互咱有疼仰望。若无圣神，咱对十字架所看到的是惊吓甲死亡。如果若无圣神，互人得到气力，为着主耶稣基督去做见证，安尼咱基督教早伫2000年前就互罗马帝国来消灭。因为有圣神的气力，所以基督教才有法度对加利利迄11个耶稣的门徒。安尼会当传到地极，成做世界性的宗教。伫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耶稣无称呼讲圣神，无讲伊差派是圣神。耶稣用一个足特别的字，中文的过去中文的圣经，还是台语的圣经，拢译做保惠师、保惠师，有无？好。现代台语译本译做为助者，为助者。保惠师这个字原本的意义其实真简单，是咧讲叫来咱边仔的人，讲迄个人就是保惠师但是这个字后来应用伫法庭的这个场合。就是一个人互叫去法庭，迄个人互叫去法庭要做啥？就是咱现代意义的律师，或者是过去的辩护师。伫法庭中，若是讲检察官伊的角色是要控告这个被告，安尼律师的角色、保惠师的角色、为助者的角色。就是为着有罪的人来辩护，但事实上，为助者这个角色，若是照耶稣伊所讲的，其实毋若包括辩护，为助者嘛是控告。为什么为助者要控告咱人？圣神是为什么要控告咱人？其实遮讲的控告，所讲的讲是
迄个意思是讲，若毋是圣神，人袂明白家己是有罪。请咱注意，圣神袂定咱的罪，但是圣神会提醒咱是有罪的人。所以咱若无圣神，咱就无了解咱是有罪的。换一句话来讲，如果一个人讲伊有一个足属灵的生命，伊甲圣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安尼这个人理所当然应该是一个对罪真敏感的人。但是这款的敏感，毋是对别人的罪敏感，乃是对家己的罪敏感。咱敢有一个经验，咱莫讲无好的行为吼，单单吼，咱过马路闯红灯，你会感觉足歹势，有罪恶感的人请举手。差不多都大概哈，做到啥？咱拢有圣神啊，安尼有了解无？我意思是讲，咱若去做一寡安尼无好势的代志，佫感觉家己理所当然，安尼咱爱细致呢。咱来想讲，是毋是圣神无甲咱三角直到咱对罪煞无敏感？今仔日经文，耶稣讲，原本这个世界照家己的办法来审判耶稣，要将耶稣定罪，甲耶稣杀死。但是耶稣死了后，为助者，这个保惠师要来改变世界。咱手头若有圣经，咱做伙来看第8节。或者是我们可以放一下第8节，好吗？好，咱来看第8节。第8节安尼讲以来的时，为何世间人只情因对罪、对义、对审判的观念有错误？国语安尼讲他来要叫世界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自己，我再讲一次哈，他就是圣灵，圣灵来要叫世界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自己。其实咱今仔所读的这段对第8节到12节的圣经要解说，其实无简单吼，这段。伫这个圣经研究中吼，被归做这个叫做难解经文啦吼，叫做难解经文。但是无论你安怎了解，这段经文在暗示一件代志，就是如果若无保惠师，若无为助者的工作，安尼咱对了的人。永远袂会真正去了解，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公义，什么是审判。为什么这个世界有罪？这个罪不是咧讲伦理方面的罪，乃是第9节所讲的，世人的罪，是因为这个世界有机会认捌耶稣，总是因却放弃这个机会。为什么这个世界要因为义来责备家己？耶稣讲，对义，因为我要去白遐，恁袂会看见我；为义，因为我去父那里，且你们不再看到我。什么是义？在圣经中，上帝的标准就是义。但是足特别的是，耶稣伫遮所讲的义，毋是咧讲上帝的标准，反倒转是咧讲世界的标准，是世界的价值观。特别是伫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因足细致伫遐遵守律法，总是因却偏离律法真正的意义。因想要建立的世界，是一个根据世界的价值观所起造的。这款的价值
表面看起来真好，但是无属伫上帝的价值。什么是审判？其实审判比较较好的翻译，伫遮乃是咧讲判断，特别是人的判断。既然世界无相信耶稣，世界要建立家己的价值，要弃杀上帝的价值，安尼人的判断必然是错误的。所以圣神的工作，就是要互咱人会当了解，咱若无信耶稣，咱反倒当用世界眼光，甲即个错误的判断，安尼圣神要互咱人知，咱家己是有罪的。所以咱讲保惠师，伊一方面是为着人的罪辩护，但是保惠师另外一方面要互咱人知，我是有罪的人。既然咱人什么都唔知，所以耶稣最后做一个结论，讲真理的神要引带恁进入一切的真理的中间。真理的灵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中。把圣神称呼做真理的神，这是规本圣经唯一伫遮一个非常特别的用法。除了这个所在以外，规本圣经无称呼圣神叫做真理的神。咱要安怎理解？咱要安怎认捌真理？真理甲事实，敢是同款的物件吗？可能大多数的人拢认为讲，真理当然就是事实啦。但是我要提醒，比如讲古早的人，因认为讲地球是平，宇宙万米拢是用地球做中心，太阳、月亮、星神，拢是安尼用地球做中心伫遐转势。但是500年前有一个天文学家叫做哥白尼，伊讲毋是安尼，伊讲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若是安尼，伊佫讲地球是圆的。总是这款的观点，无论是天主教，甚至是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拢反对伊的看法，认为讲伊安尼是违反圣经的真理。总是今仔日，咱讲地球是圆的，这是咱生活的常识。检采是基督徒，大概无人坚持一定要照圣经的观点来看地球是平。所以这个咧，甲咱讲，真理甲事实可能同款，但是可能嘛无相像。事实上，伫这个时代要讲这个问题，会更较复杂，因为咱即马有足侪无共款，即个资讯的来源。过去咱伫台湾就是若是比我较年长的包括我就是我细汉的时报纸才几种啦，尔嘛对毋对？大概就是中时、联合。一份报纸较早几张？3张即摆少年人大概毋知影较早的报纸敢若3张电视几台？3台一天几点钟？哪有到12点钟？就是华视晨间新闻中昼2点半钟。暗暝可能搁5、6点钟，大概安尼尔所以较早无啥物资讯的来源即马咧，哇，太侪咧，甚至搁有啥假消息有无？假消息
我妈妈今年80岁，伊是小学老师退休吼。我看伊内底的群组吼，迄上好骗的就是遮个公务人退休公务人员啊。我凊彩讲一个，真正大家拢相信呢，哦。我会记得吼，伫 COVID 新冠疫情发生的时吼，因有一个同事讲吼，讲咱安怎治疗迄个新冠肺炎，还是讲预防新冠肺炎？伊讲吼，咱逐工吼尽量一直吞喙瘾。伊讲吼，喙瘾会将迄个病毒吼，甲送落去迄个胃里面，迄胃酸会甲病毒抬死啊！我讲吼，这公务人员哦，拄着诈骗集团去骗到林鸿世，我一点仔拢无意外吼。如果咱目睭看到，无拄就是事实。恁安尼，咱透有可能明白什么是真理。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约翰福音16章13节，安尼甲咱讲，圣神是真理的神，要带咱进入一切的真理。若是安尼，第13节后半段，耶稣安尼佫讲，圣神要将伊所看见的、所听去的，拢讲出来，而且要甲将来的事甲恁讲。所以咱看见圣神会听，圣神会讲，圣神听，伊会甲讲出来。其实这就甲啥？甲先知非常的共款。以色列的先知，伊毋是讲家己的话，伊是讲伊所听到上帝的话。先知嘛要谈论将来要发生的事。先知毋是算命，乃是先知伊做一个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煞来了解真理的人。所以约翰伊对圣神的理解，就应用这款的概念，意思是讲，圣神要成做上帝话语的管道，来为着教会来服务。伫真理的中间，要引带因，而且为着咱这个信仰的团体，指出一个未来正确的方向。所以圣神是真理的神，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只有真理的本身，才有可能互咱明白真理。圣神是真理的神，所以咱谦卑倚靠圣神的气力是何等的重要。耶稣过我上天，伊到伊来进前。互耶稣所差遣的圣神，要伫咱中间做工。伊是安慰者，伊是控诉者，搁较重要。圣神是真理的神，要带咱进入一切的真理的中间。圣神的工课，毋若是单单为着人的需要咧做工。耶稣真清楚安尼讲。讲伊会将荣光归予我，因为伊会将我的交代所交代伊的，甲恁传达。他要荣耀我，就是圣灵，圣灵要荣耀我，因为他会把我所要说的告诉你们。咱拢讲耶稣是荣耀的主，这是因为耶稣虽然被钉伫十字架顶。但是最后，耶稣有过我赢过死亡，赢过一切的罪的权势。所以耶稣上天去到爸遐，伊差遣圣神。圣神的工作就是要互耶稣得到更较多的荣耀。什么是圣神互耶稣得到更较多的荣耀？伫咱今仔日的经文，咱看见真理的神。带领所有的人进入真理的中间，
耶稣就得到更较多的荣耀。咱讲今仔日是一个理性至上的时代，但是咱要问真理是甚物？咱拄仔已经讨论过，真理有可能是事实，但是事实无拄拄是真理。其实若是照约翰福音的神学，约翰福音甲咱讲，真理就是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第14章安尼讲，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好，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甲活命。所以真理的神要引带咱进入真理的内面，就是咧讲真理的神要引带咱来到耶稣的内面。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只有咱甲耶稣基督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咱才有可能得到真理。总是咱要甲耶稣有亲密的关系，毋是讲你有一个决志落后。迄个快乐的来源，迄个动力的起头对倒来，是圣神的做工。所以，请咱会记，咱诚做一个基督徒，咱咧判断是非，咱咧看这个世界时，咱毋是照咱的经验，咱毋是照咱的学识，咱乃是照真理的神的教导。伫我一路安尼服侍以来。其实，咱会看见台湾的教会常常会发生一寡奇奇怪怪、无法度理解的代志。我会记得我读大学的时，我读东海吼，伫台中，有一阵台中的教会咧流行啥？咧流行啉尿啦。有听过尿疗法无？哦，可能30年前。加减有人知影，有一种奇怪的民俗疗法，就是早起时爱安怎饮料啦吼，讲这个透早起来吼，要放尿的时吼，这个爱用杯啊吼，爱拢甲伸起来吼，然后咕噜咕噜咕噜啉落吼，我就感觉足奇怪。为什么教会咧流行咧饮尿啦吼？后来迄个甲我讲的，还佫一个牧师娘安尼甲我讲，明话这你无了解，饮尿吼是圣经的假释。我讲圣经有个人饮尿，你等去查圣经，迄吼伫诗篇的内面有一句话安尼讲。我要饮你池中的水，这个就是尿疗法的圣经依据，安尼哈。所以我就是讲，伫咱的教会，咱莫讲咱基督徒，咱比人较有智慧，无拄拄呢。其实基督徒做足侪笨蛋事，咱拢唔知影，咱拢抓准，咱是倚靠上帝。咱拢抓准，咱就了解真理。其实我是一个圣经学者，我捌伫南神、甲北神甲其他外教派神人院教册我教神学，我有一个神学的博士学位。其实真做一个学者，我无比别人较高。若讲我比别人较加一点点的我唯一会晓的就是，我知道，我不懂。所以我就是讲，咱只有真谦卑，倚靠圣神，咱才有可能伫圣神的内面，咱熟悉真理、认捌真理、领受真理。若是，但是佫趣味，耶稣接续佫安尼讲我还有真侪代志要甲恁讲，毋过恁还袂当了解。我还有很多事要告诉你们，可是你们现在负担不了。这句话嘛介奇怪，其实耶稣是咧讲啥？
那照咱即马的经验，就是讲吼，有当时咱会拄到一种情形，就是咱想要讲一寡话，但是咱知影咱所讲出来的话，咱的朋友无法度了解，咱厝里的人无法度承受，因为因真正无法度了解，因为有可能要讲出来的话会足痛苦的，会足沉重的。咱做父母的人，咱有侪事想要讲，但是咱的烦恼，咱的囡仔无法度承受咱所讲的。有当时啊，青少年有话想要讲，但是因会感觉因的父母、因的老师无法度了解，无法度承受。老师甲学生的关系嘛是安尼，牧师甲会众的关系嘛是安尼。咱有话要讲，但是遐个无亲身体验过的人，无法度承受，无法度理解。伫福音书内面，耶稣有讲足侪门徒无法度理解，或者是无法度承受的话。特别是耶稣每一届讲到伊就要承受受苦甲死亡，以及伊对服侍人的呼召。但是门徒所无了解，一直到五旬节了后，当真理的神因带因进入一切的真理，因才了解。所以今仔日的经文，互咱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一个真重要的功课，就是咱要避免两款的极端。第一种的极端就是咱误认，也准讲信仰的代志就是属灵的代志。若要属灵，就袂使倚靠理性。其实这是一个极端的错误。咱若有看这个马可福音16章对第9节到20节吼，内底有一段足奇怪的记载，讲一个人若信心有够大的时阵吼，迄个毒蛇拢袂介意，会记得袂吼？所以吼，伫美国特别伫迄个落基山较边啊，较散车吼，较落后的所在吼。较早有一种教派吼，伊要领洗礼进前，爱通过一款的考验，就是啥？就是手爱去摸响尾蛇，就是迄个响尾蛇若无甲夹，无甲夹吼，即个人才有资格领洗礼。你这有恐怖无？哦，这个基督徒却毋知影的是吼。马太16章第9节到20节，其实是足落尾才加起嚟的经文，毋是原底的经文。但是另外一款的极端，是抓准讲咱信仰一定要完全的理性，煞来轻视咱人伫信仰中所领受的感动。圣神互咱人栽罪。毋是单单要互咱人对理性知影家己有罪，但是圣神会借着搁较侪、搁实在方式，互咱人去经验罪效果，直到咱人愿意顺服圣神的带领，咱会当来真正认罪。真理的神因带咱，毋是因带咱要领受足侪理性。真理的神，乃是要引带咱进入一切的真理。真理，互咱得到自由。只有真理的神，会当互咱得到真正的真理。安尼，咱就伫真理的内面领受，而且成做真正自由的人。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的圣经在提醒咱。咱需要真理，咱需要真理来活。但是真理毋是靠读册，毋是靠人拍拼，
读着博士的人才有真理，是挖靠真理的神的人，咱才有法度得到真理。我做一个传教者，其实我有我人生无法度行过的坎吼。我伫遮还有一点点时间哦，我多说3分钟哦。其实伫我人生吼，我足惊一件代志，我较早都毋敢讲，我是即几年才开始讲吼。我人生吼，我足惊死人的。因为我细汉的时候，我阿嬷过身，啊30年前哦，迄台北第一殡仪馆哦，足垃圾的吼，佫足臭，佫足无卫生的吼。我送，就是阮家属送阿嬷遗体入去迄个殡仪馆的时候，我去内底景象惊着吼，因为冷冻库无够吼。所以吼，一间房间内底五六十个尸体安尼摆伫遐吼，也无看也无迄落吼，我出来了吼，我足惊死人的吼，我去互迄天惊着。后来我读新学院吼，我就开始想吼，做牧师他有可能无拄着死人啊。所以吼，我足天真的吼，我家己设定一个目标。安尼我要拍拼读册，我要读到博士，将来要做新学院的教授，因为新学院的教授永远袂处理个别性，安尼吼。所以吼，我做认真读册呢，吼，所以我是新学院吼，我成绩足好的吼，就是成绩足好的，因为吼我惊死人所以我阁开10年的时间去读博士吼，无拍算，过2年，我的中会甲我叫转去，讲明伟。你若无转来牧会吼，阮无法度甲你奉牧吼，你永远拢是传道安尼吼。阮太太嘛牧师，阮太太做牧师10年啊吼，我搁传道安尼吼。我讲好啊，无我就转来牧会安尼吼。2012年吼3月27号，我会记咧吼。我一个人吼，背一个登山背包摕2个卡棒，我就去高雄附近安尼吼，因为。太太甲囡仔7月才有法度搬吼，所以我担心妇人吼，迄当阵感觉家己介搞吼，一个博士要来牧会安尼吼，所以一直想讲吼，我讲道吼要讲到偌好吼，讲道要安怎吼，要来准备好我讲道吼。我3月27去到教会，暝24点钟，迄半暝就一通电话来。牧师啊，要要传道啊，我翁无开啊，安尼吼。我是啊，我讲你是啥物人？啊，伊讲的名我阁听无呢。是啊，这是要安怎处理啦吼？过转工有一个长老，他就甲我讲牧师啊，感谢主，迄个人咧等你啦。所以吼，我去牧会吼，啥物代志拢无做，第一个代志先处理啥？个别性。我足紧张甲吼，规礼拜袂困袂食哩吼，我拢惊讲死啊！若拄着死人，我是要安怎处理啦？我是毋是比别人先吐出来，还是安怎？我咧烦恼呢。我去牧会时吼，嘛是拄着有够侪的丧事吼。我牧会12年吼，我主持的迄个婚礼无超过5对。但是我主理的迄个个别性吼，超过50个也无得确安尼吼。有一天，阮伫迄个高雄殡仪馆吼，要对迄个入墓的所在，要到伫火化的火化场，毋是介长，差不多50公尺还是70公尺的这个距离吼。照咱的例吼，就是先是40家牧师才棺木家属。忽然间，对迄条路在行的时在移灵的迄条路的时，我心肝底突然间有一句话甲我讲你是甚物人？你凭甚物行伫即条路？
哦，突然间我足感动的呢。我是到那一刹那，忽然间才明白，为什么上帝呼召我来做一个牧师，因为伊呼召我来陪伴我的兄弟姊妹行人生最后50公尺。所以伫迄个时，我才明白，原来做一个牧师会当处理我的兄弟姊妹的个别性，迄是何等荣光的代志。因为这是上帝所托付我的责任。所以对迄时了后，我都无惊死人啊！我逐摆去迄个墓地迄个别说了后，我拢讲恁先转去，我来巡会友。过去种伫遐，我拢去甲看，我讲牧师来看恁我感觉讲，我做一个牧师，我会当用这款的方式来牧养我的兄弟姊妹，这是何等荣光的事。因为我深深知影，伫真理的内面，咱是自由的，是真理的神，互我了解我受呼召的目的是啥。所以我有足长的时间，我咧怨册讲我读到博士，新人伊拢无叫我转去教册。甚至有一段时间我自我怀疑，我奇怪我太毋是伫新人院做教授，我咧敢若咧开葬仪社咧因为我是上无用的时透早一场，下晡一场，安尼迄个。甚至有一个长老伫交互病房，透早5点外去，家属叫去做临终的祈祷，结果发生新假，什么新假？医生甲我讲，牧师，不然你们在外面等，可能在1个小时就走了我讲好啊，无问题，外口等结果牧师祈祷了迄个指数就爬起来。结果阮迄个长老伫家护病房100天了后，伊安尼行出来。我常常甲讲你讲几年上帝调你去你免叫牧师因为我已经甲你祈祷过所以牧会有足侪我无法度想象的代志，但是我相信是上帝伫遐引带，所以。我头过去看我所服侍的经验，我所行过的路，我无看做是我的负担，无看做是我的失败，我看做是上帝满满的祝福。就是因为过去伫高雄龙雅教会12年的服侍，所以我感觉后来我咧做学术研究的时，我会当用人的眼光去看圣经，我会当用兄弟姊妹的眼光去准备这个道理。恳求上帝，伊差遣真理的神，甲咱兄弟姊妹相甲伫地，愿上帝祝福咱相甲来祈祷。真理的神，求你即时甲阮相甲伫地，引带阮进入真理的内面。因为你的真理大有气力，你的真理大有能力，入到阮心，互阮得到勇气，互阮得到智慧，互阮得到气力。阮恳求真理的神，甲阮固定教会所有兄弟姊妹相甲伫地。互阮固定教会成做一个有真理的神的教会。阮伫这个所在所行所做，拢是荣光主耶稣基督。因为真理的神，互阮进入真理的内面，就是进入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求你大大祝福阮的科牧师、阮的长执、阮所有的同工。真理的神，赏赐互阮的同工、阮的牧者有气力、有智慧，互阮伫即个社区做水的见证，互阮尽百里，毋
哪来哪听你。基督靠耶稣的名，阿门。咱搁一届感谢蔡牧师为咱带来上帝的话语，蔡牧师，歹势。即时吼，伫咱回应上帝的话语进前，我要先邀请邻里123共生协会的林依莹理事长来跟我们报告跟分享协会的一些服事跟内容。要上来吗？OK， 好。牧师各位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互我这机会来伫遮来甲大家分享歹势，我录在下一页是，我从开始，从好，谢谢。我今按山顶来我按台中和平达官部落我算汉人呐我们是原住民毋过我住在那个达官泰雅部落大八冬这几年拢伫部落做长照的工作先简单互大家看哇这伫山顶因为医疗甲长照就做照顾是非常不足所以我们要看各种的照顾需求，其实看空嘴你就知，真正这种就需要帮忙的阮这几年就伫部落成立一个布拉汉布拉汉就是烤火泰雅族围在一起烤火的意思就是共生照顾劳动合作社阮底下做居家服务有一个日照中心底下做照顾的服务，那这推动真正就好诶因为迄阿公阿嬷其实都无想。一方面嘛没有钱请那个外劳啦一方面要送去老人院，其实对部落的长者是非常痛苦的离家那么远有时候话语有很多都不通所以我们在部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长照服务网做一个完整的照顾所以要完整的照顾其实要有人力真欢喜，阮这几年拢足侪拄开始拢是中高龄的部落的比较妇女来做这照服员即摆就侪少年的转来阮即摆生囡仔生足多阮生18个1月就生到18个囡仔，5年啦这头先迄3个是生2胎的就是讲有一个好的工课因转来就业其实就是有个好收入，也有个好照顾家庭部落的很多很多家庭问题就无伊所以这推动是真正就好的所以我们就是在部落做一个所谓的 all in one 的照顾我们就是自己有发展很多公益晚餐那像共生基地社区运动中心重症照顾7000马上转来不可以拔管8级变2级，那安宁到最后在家都可以这样子因为今仔时间有限我就简单比较快的跳过因为这推动这几年的部落算是有不错的成效所以就侪其他县市的部落拢招来阮达官部落这大安溪去做交流啦阮所以按旧年开始阮已经去台东南回去新竹尖石部落最近要去南投仁爱信义这些部落甲阮这个我们推动的模式可以再推动到其他有需要的部落里面我就给大家简单看一下这个这是我们的那个all in one 服务梯队就是阮拢直接带医生带护理师直接进到我们的各个偏乡部落阮毋是去服务因因阮咧服务的时阵请当地的牧师是当地的人甲阮做伙做一了因会发现讲原来长照是安尼因为他们大概有婆婆有在意我们就鼓励他们去上照服员
好啊，他们就开始启动了这个整个部落长照的一个推展了哈啊，所以这是阮伫部落就是在环山啊，你看阮入去，伊可能卧床啊插管，嘿，阮咱的服务员互伊坐开、爬开，行出去。这个我发现这个跨专业团队这个是在新竹坚持阿嬷、阿公、阿嬷，真的很受帮助啊！在地的人说那我们家己来做这照服员，让我们部落也自己自立起来，是就会代志了哈啊！所以这些推动现在。已经在好几个县市都开始开展哈啊，所以像这个就是那个穿绿色那一位是黄牧师哈，一心教会的黄牧师，安息日教会的哈因为基巴龙底坚持啊，他们最近有一个那个年轻人也返乡了，伊为了伊妈妈爱做3份工作，因为妈妈伫养老院。伊要拿迄钱伊有困难，伊爱去兼3项工课。今摆我们就培训他，现在要上照服员，以后我们就在他部落，他就在部落做工作，那可以把妈妈接回来。那可以真正在部落生活，所以我们现在现在很高兴在坚持已经有13个人即将完成照服员的培训。所以这不是一个公益服务去给因照顾呢，是主要要鼓励他们自立啦所以我们后来，因为我以前募款拢是为着阮台中和平区的部落去募款不过即马就是按去年开始，因为有各个县市的偏乡，这个募款的需求也有所以阮跟很多的，就是我跟就是那个在医疗的医师。拢是年轻医师有婚龄的有中华的那有嘉义的就是都是很棒的医师。我们筹组一个邻里123共生协会。那这共生协会伊就是要做社区共生、科技照顾甲国际合作。那要为着咱即马在偏乡去募款，支持因有教育训练有重症照顾，支持让我们每个偏乡也可以像我们伯拉罕一样然后在地人返乡回来好好照顾、好好生活。这个是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所以今天很谢谢那个牧师跟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我们现在邻里123共生协会要做的一个全国性偏乡的推动。那也在欢迎大家就是捐款支持我们把这个服务回到部落，让部落自立让自己照顾自己，形成一个很好的互助网。谢谢大家。画面不要跳掉好。咱这是咱掀开咱的周报，我们画面不要跑，我们翻周报。咱用新的界面来回应上帝来为咱的教示上帝温顺、上帝温定，是只是伫咱的身躯顶。咱用咱的听，用上帝对咱的听分享，互咱所有的人。咱用新的界面，搁一届回应上帝的教示。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单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3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尽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着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愿上帝看顾听咱伊的话语，佮去行的人。咱即是用上帝唱述咱的诗歌，圣诗170首，恳求圣神感动我心。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对咱的教示，对咱的恩典。咱三个起立来吟。恳求圣神感动我心，把主领略的情。你在先的马经万涛，我望金阳为
星星感动心里，所下对你开心，求你加是开条真理，下面圣经意义，星星亲像你爱的心，无我无故明明，心心无暗是上惊呀，使我革命安定。自那最我心内更定，对你话题再明，地球心多就出大声，无用必定会听。请坐。这是咱三个来奉献。本主日是咱的主显主日吼，咱有邀请咱从2012-123共生协会来为我们报告分享。我们今天的奉献袋就是为了李林的奉献，他们的事工、他们的理念，如果我们会有愿意继续为他们关心代祷，我们就用我们的奉献来回应。咱三个起立。咱做伙来祈祷，阿爸父上帝，阮感谢你差遣圣神来甲阮同在。阮需要圣神的开力，互阮会用真实悔改。阮需要圣神的开力，互阮明白真理。阮需要圣神的开力，互阮勇敢跑走阮生命中的每一个路站。阮需要圣神的开力，互阮谦卑。我靠你，阮今日的奉献，恳求你帮助阮，使互阮圣神的开力甲提醒，互阮真正认捌你，进入你的内面。愿阮伫你面前的奉献，你互你欢喜。恳求你使用，也恳求你帮助你02-123共生协会的需要的内面。阮安尼同心祈祷，拢是伫耶稣的内面。阿门。伫报告的大声，咱赶快来。咱掀开酒杯后壁，咱先来读咱今仔的经句吼。
约翰福音书第16章的第13节，咱台语先来一解来。到真理的心来，伊要带因入伫伊提真理，因为伊毋是要对家己来讲，是将伊所要听见的来讲，搁要用伫要来事报恁。约翰福音书16章13节，国语来一次，来国语。但真理的灵来的时候，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要来的事向你们传达。约翰福音16章13节。好，我们现场没有许久未来的兄弟姐妹，或是新来的兄弟姐妹。好，我们请牧师报告者。伫咱要互相请安之前吼，我遮有两件代志吼，来报告一下吼。第一件代志是咱的团长老娘吼，团长老娘因的家属嘛伫咱的中间所以因真感谢教会兄弟姊妹对因的陪伴互拜五的个别式拢会一切顺遂平安所以咱伫真理的内面知影性命的稳定吼，拢在伫上帝引带内面吼所以因的家属也要起立吼来咱的高田教会兄弟姊妹吼来致意吼，感谢大家，让我们一鞠躬，谢谢大家吼。好。继续邀请坐吼，嘛邀请咱大家继续伫祈祷内面为着咱所有的规则来代祷。第二件代志是喜事，咱的周丽珠老师甲俊杰师长嘿，他们迎接人生第一个孙女满月，是吗？满月好所以老师鹦鹉鼻班孙女的那个满月手工饼干，老师自己做。对，老师跟师长自己做伫咱的交代的所在所以因为有准备80份咱就甲因三角同欢喜嘛祝福这个新生儿因的家庭伫成长的过程有上帝满满的祝福嘛感谢邻里123的理事长没关系那因为我们结束后礼拜结束后，吴以乐是谁？你们认识吗？认识很久没听到我们教会的宝贝分享他长大了，其实我们人都会长大了他长大了所以待会我们礼拜结束后咱小可交陪一下等下回来到礼拜等我们就听一下他在这整个服务里面对信用、对生活对工作伊的心得嘛邀请咱会当老婆伫礼拜等遮来聆听好，咱这是来行平安礼互相请安一下。好，咱唱平安礼的诗歌。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因为伫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咱只是会当起立，咱兄弟姊妹来请平安礼。咱四周的兄弟姊妹拢搭一个平安礼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因为伫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因为
为时间的关系吼，咱差不多会当转来咱的位置顶头坐咧，咱会继续后壁咱的报告事项的部分吼。而且咱过来一届，咱感谢咱蔡明伟牧师，今仔日会当拨时间来为咱讲道，咱过一届来感谢咱的蔡牧师。吼，第二项吼，咱拄仔已经讲过，咱今日是主线主力吼。为什么我爱甲拄仔后壁迄个汇款的画面停留那么久？因为有很多的会友没有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直播一直有在进行，我也知道有很多的会友是透过直播跟我们一同敬拜，一同来赞美。那个画面，我知道直播中的兄弟姐妹，你可能会有点惋惜，没有来现场奉献，没关系。刚刚的画面有记住吗？有哈，没有的话自己回放回去，定格下来，抄下来。上帝的事工，大家一起来关心，来代祷。今天没有跟到没关系，直播里面都有，回去自己放。OK， 好，请大家继续为了邻里这个长照的服务，我们继续为了他们的奉献，为了他们的事工来为他们关心代祷。第三项。咱2025年终于，我们要野外礼拜了。为什么要预告呢？因为精彩的内容下礼拜才会公告。是的，9月27、28号2天，我们教会预定要去宜兰立简哲施青儿营地做一次2天1夜的野外礼拜，邀请我们本会的兄弟姐妹们。一起来播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费用有很多的补助，一个人费用原则上是700元6岁以下站床的太大只没办法一起睡的收300，不站床的小只抱一抱就过去的不收钱。OK。一个人300块但是我们全额的费用一个人是2500，我们将会有很多的补助，欢迎大家尽量播出这个时间来9月27、28，详细的内容我们下礼拜会公告出来，我们只在教会内部公告，所以看直播的兄弟姐妹想知道详情，欢迎来教会看。第4项资讯组的报告下一季就从下礼拜开始，咱的奉献诗歌要改做378首，主求你感谢阮虔诚奉献这首诗歌，所以后礼拜开始咱的奉献的诗歌，感谢的诗歌会做改变。第5项财务组的报告，咱2025年5月份支出收入的报告，像咱显现出来的部分咱5月份的左余有较济一撮，为什么呢？因为咱第3点咱中华负担金付出有20几万的部分，所以咱的左余是马拉斯的部分。咱嘛继续为着咱教会事工，为着咱总会事工，为着咱所有教会内底一切事工来向上帝来奉献，感谢代祷。左余的部分好，过来咱团契消息的部分很重要。妇女团契7月份的月例会在7月19号，礼拜六早上的10点钟，我们一样是古圣诗班练歌。11点钟，我们专题邀请到了台湾神学院研究院的邱凯丽助理教授来为我们专讲女性神学与圣经底波拉与雅意的新眼光诠释。好，一样。妇女团契唔是只有妇女会当参加尔，兄弟嘛欢迎。有时间的兄弟姊妹，请来伫咱的公布栏签名报名因为咱有一寡物件要准备请有时间的兄弟姊妹拢来签名报名。好，后边咱公道的时间，咱请牧师。这边代表教会感谢蔡牧师将上帝话语带来到伫咱的中间，也毋望信心帮助咱的心会当伫信仰内面来成长。
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是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若无有圣神，阮的性命就无有方向；若无有圣神，阮就毋知影家己是有罪的人，需要主你的救赎。若无有圣神，阮就毋知影啥物是属地义的代志。若无有圣神，阮就无通批判心、批判教会来面对审判。主，阮感谢你有圣神，阮恳求你伫阮的祈祷内面，用圣神保守阮众人的心，互阮伫失去亲人的中间，阮的艰苦有你替阮七口目屎，互阮伫身躯的病痛内面有你的圣神，互阮有勇壮，互阮有快乐，也想使阮健康。伫阮对国家、对教会的理想甲拍拼，有你的圣神，所答阮会当追求、超找智慧、聪明甲能力来照顾你互阮的任务，照顾阮的国家，疼惜阮的教会。主若无有圣神，阮无法度有气力去关心离阮远远的战争、艰苦的世界。所以，阮感谢，因为有圣神，阮通得到帮助，伫你的面前安心来祈祷。阮做讲袂出嘴的祈祷，摆咧伫你的面前，求你甘纳，求你甲阮同在。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做伙来唱落尾的圣诗，临时煞请蔡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生个直直，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